5億探長呂樂去世，佢上星期四逝世，享年90歲。遺體喺加拿大當地時間今個星期四喺溫哥華以東嘅本拿比出殯。如果貪得呢個，我就貪解啫。4大總華探長之一嘅呂樂一生傳奇，仲被改編拍成電影。呂樂喺1940年加入警隊，到1956年已經升為新界區總華探長，同韓森、南江同埋顏雄合稱4大華探長。當時嘅警隊貪污嚴重，佢用貪翻嚟嘅錢買入多棟物業做掩飾，包括大圍嘅博雅山莊。1968年，呂樂申請提早退休，到1974年，廉政公署成立調查警隊貪污。呂樂為咗逃避追查，一家人移民咗去加拿大，之後又擔心被引渡返香港，走咗去台灣定居。廉署喺1976年11月向佢發出通緝令，至今仍然生效，令到呂樂成為本港被通緝最耐嘅人之一。呂樂逃離香港之後，留低咗近億元嘅資產，由政府喺86年變賣，款項同呂家共同管理。廉署就話會諮詢律政司嘅意見，再決定點樣跟進。